就算美國總統嚟到，都要企起身敬酒啊！嗱，呢句話聽落好似講緊笑咁嚇，但老實講，中國人雖然講究酒桌文化，但能夠令到滴酒不沾嘅特朗普，今次居然肯將姿態放到咁低，背後所反映出嚟嘅，絕對唔單止係禮儀嘅問題，而係美國開始重新認真對待中國呢個重量級嘅選手。聽完今日呢條片，你睇到嘅唔單止係中美關係，而係呢個世界嘅經濟風向開始變。嗱，以前大家印象中嘅特朗普出牌風格係點嘅嚇？極限施壓啦，係不按常理出牌嗰種啦，甚至咧帶有一種居高臨下咁嘅態度啊！咦？但係今次你會發現，特朗普明顯收起咗過去嗰種一路施壓、一路加碼嘅強硬姿態喎，反而一路將重點放喺經貿合作、訂單市場開放呢啲上面。喂，大家睇到風向未啊？特朗普今次嘅姿態嘅變化咧，表面上睇好似係外交禮儀上嘅轉變，佢表現得好尊重啊，好客氣咁樣。講真嚇，我睇到有啲唔慣嘅。但係挖深一層睇，其實背後反映出嚟嘅係美國嘅內部壓力已經逼到埋身啦。喂，美國國內而家咩環境啊？通脹又壓唔落嚟，中東又亂，能源價格咧又扯住上，經濟嘅壓力可以話一樣接一樣嘅。咁特朗普而家其實好急住要喺中期選舉之前交翻啲成績出嚟㗎啦，同國內交代一下。喂，佢都要穩住個大後方，下半場先有得繼續玩㗎。所以咧，你發現今次美方傾嘅唔再係民主自由，唔再係人權價值，而係直奔主題，波音啦、農產品啦、能源啦、稀土啦嚇。簡單啲講，特朗普今次訪華咧係嚟傾大單、開大雕嘅。咁好啦，美方嘅底牌我哋而家大概摸到啦。特朗普今次好明顯係想攞實際利益、攞經濟成果翻去。而另一邊咧，中方嘅態度其實都好值得留意。今次中國一路釋放緊一個信號，願意繼續傾、繼續合作，歡迎美資。嗱，按我個人嘅理解啦嚇，如果用中國式做人處事嘅方式去解讀嘅話，其實即係講緊，只要你願意坐低傾，中國其實一直都留住個位等緊你。大家見到未啊？兩國態度嘅轉變背後嘅原因其實好實際嘅，大家都競爭過啦，試過啦，最後發現，合作帶嚟嘅實惠明顯大過硬碰硬付出嘅代價。以前啲輿論咪成日講硬脫歐嘅，但係兜兜轉轉幾年之後，美國慢慢發現自己嘅軍工、汽車、半導體呢啲關鍵供應鏈始終都好難離開中國。而中國呢邊咧，其實差唔多，經濟要穩，市場要穩，外面嘅經貿環境咧都唔可以太亂。所以今次中美重新坐低傾，我覺得其實都係順理成章嘅事。不過真正值得我哋普通人留意嘅，仲唔止咁樣。當全世界最強嘅兩個大國都開始重新傾利益，準備進入休養生息階段嘅時候，你就要開始睇明白啦。成個世界嘅風向其實已經開始轉變。我哋真正要睇清楚嘅唔止係最後簽咗幾多百億嘅大單，因為經濟有時候最重要嘅未必係帳面嘅數據先喐，而係預期會先向前行一步。喂，你講人話得唔得啊？嗱，即係咧，你我大家開始對未來有翻信心。當大家開始覺得喂，未來可能會穩定翻，生意冇以前咁難做，份工冇以前咁唔穩陣，大家自然就會敢消費、敢投資、敢重新計劃未來。嗱，講白啲啦嚇，預期係經濟嘅一支強心針。要經濟復甦，往往第一步就係先要拍翻呢支預期針。好啦，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，我哋聽日見。